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1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5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64天。前线总共发生了265次战斗，其中100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现在乌军正从两翼展开反攻，左翼一路沿着 T0804 公路推进，另一路沿着 M30 公路猛攻，右翼以 M32 公路为主线向罗金斯克推进，取得小幅进展。乌军大部分增援部队目前在外围，由于背后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且补给基本还算畅通，顶在米尔诺赫拉德一线的第79旅和第25旅没有后顾之忧。目前在波克罗夫斯克现状就是谁主动发起这个脱离阵地的这个进攻谁伤亡就惨重。而俄军现在不计人命，强迫士兵暴露在荒野，搞人肉冲锋，还有这个步兵小规模的团队渗透，发动旷日持久的攻势，已经尸横遍野，用人命换土地，显然是得不偿失不过是为了维持格拉西莫夫还有普京的脸面，为了维持格拉西莫夫吹过的牛。乌军现在打算就是结硬寨打呆战，以防守姿态引诱俄军脱离阵地前来硬攻。这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时间在乌军这边，时间拖得越久对俄罗斯越不利。谁着急谁心里清楚。这个泽伦斯基他说来自前线的报告至关重要是占领者，说的就是俄军并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多布罗贝利亚和顿涅茨克，我们还在保卫阵地，我们在前线其他所有方向都在保卫着阵地，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成果。按照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的说法他说俄罗斯正对波克罗夫斯克展开最后行动，目前该地区的局势高度紧张，俄军集中了大量人力，并试图在关键进攻中突破乌军的防御。根据谢尔斯基说法，俄军向波克罗夫斯克区域部署了15万人，其中包括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与4个海军陆战旅。俄军的运兵战略是从北部、南部和东部包围整个红针城区域，然后封锁所有的补给线，迫使平民撤离，然后对防守的乌军展开最后行动，以占领整个波克罗夫斯克地区。谢尔斯基还否认了俄军有关包围整个波克罗夫斯克的说法，他表示这完全是宣传战的一部分。现在乌军正牢牢掌控波克罗夫斯克局势，俄军展开了2个月的积极进攻，并没有取得实质成功。现在乌军的主要任务是给攻城的俄军造成尽可能多的损失。不过昨天有媒体报道，谢尔斯基说了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已经准备了 B 计划和 C 计划。什么叫 B 计划，什么叫 C 计划呢？他并没有说。但是我们想由于这个俄军现在在波克罗夫斯克是立志要拿下，也就是普京把赌注似乎就压在了波克罗夫斯克，时间紧任务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11月份了再往后这个乌冬就是翻江季。我记得这个3年战争以来咱们都知道天一冷下雪，然后一化冻再下雨，那个地上就泥泞不堪在战壕里面的士兵都得了什么战壕族，对吧？战壕里面积水泥巴都有膝盖深就非常泥泞，也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再进攻了，谁进攻那就对谁不利。所以对俄军来说，接下来恐怕时间窗口不多。所以这个普京要求格拉西莫夫既然你说的把乌军1万多人都围住了那你在11月15号之前拿下波克罗夫斯克。那现在俄军对吧，在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部署了重兵就准备展开最后的行动。这就是谢尔斯基说的。那么作为应急方案对吧，谢尔斯基说他做了3个方案， B 计划还有个 C 计划。我想有一个计划一定是失地留人，也就是实在不行了可能就把部队撤出来，这个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战事很难料。按照谢尔斯基和泽伦斯基最近一阵子说的这个他们的宗旨对吧，他们是要保存实力的，在保存实力的情况下给俄军重创，消耗俄军。这个刚才这个谢尔斯基也说了对吧，乌军的主要任务是给攻城的俄军造成尽可能多的损失，是给敌人造成损失，给自己也要保留。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这个未来几天如果俄军不惜一切代价进攻，乌军如果顶不住，他很有可能要撤退。这就是他所谓的 B 计划或者叫 C 计划。 A 计划呢肯定就是坚守波克罗夫斯克，击退俄军的进攻，打垮俄军的进攻。那 B 计划呢？ C
C 计划呢？主力部队对吧留住了，丢失1-2个阵地没什么大不了，要重创俄军，这个是关键，要打疼俄军，这个是关键。在库皮扬斯克前线，乌军对城郊的俄军发动了联合空袭，除无人机外，乌克兰空军也参加了战斗。一架乌克兰空军米格29战斗机向俄军阵地发射了2枚哈姆反辐射导弹，俄罗斯机械化进攻未能成功，俄军空降军的一辆重火力步兵战车被自己的这个龙牙防线卡住。另外，在库皮扬斯克以北，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大面积领土。乌军在切断 P79 公路之后，继续向东推进，以包围驻扎在该市北面的俄军步兵部队。这是乌军空地协同作战取得了进展。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比如是这个今日俄罗斯发布的俄军进攻的视频俄军借着浓雾掩护，疯狂冲入波克罗夫斯克。这个镜头酷似疯狂的 Max 中的场景。俄军正借助浓雾天气，以摩托车、汽车以及徒步方式向乌东战略重镇波克罗夫斯克推进。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承认该地区局势极其严峻，俄军已展开最后行动。为什么要乘着大雾呢疯狂进攻？主要是因为乌军它主要靠无人机在这儿构筑一个对吧10几公里宽的一个死亡地带，那么大雾天气无人机对吧它的效率就大大降低， FPV 无人机对吧，实际上这也是最近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吃力的原因之一。天气帮了这个俄军，当然了这个对俄军来说伤亡那肯定是非常惨重的。在赫尔松市光复3周年之际，泽连斯基再一次到赫尔松去视察。那赫尔松也是前线所以说这个泽连斯基也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再一次到赫尔松去视察慰问。泽连斯基说赫尔松医院位于炮火区，时刻面临危险，仍在营业。我与这家医院的医生和病人进行了交谈，他们每天都在救治在俄无人机和炮火中受伤的人。为了确保医务人员的安全，重症监护室设在地下。我感谢医生们，感谢所有在如此艰难环境下仍然坚持救治。我们再看看这个双方的这个无人机大战。当地时间11日，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报告称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奥德萨和顿涅茨克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受此影响，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停电24小时。据一家乌克兰能源公司透露，在凌晨俄军炮击结束后，奥德萨地区约有14500人仍处无电力供应状态。不过该公司表示我们通过备用方案恢复了关键基础设施和一些房屋的供电，并为1600个家庭恢复了电力供应。乌克兰能源部同时指出针对受损能源基础设施的修复和重建工作目前正在紧张进行中。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央视新闻报道实际上这个有个插曲也就是泽连斯基好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好像这个采访过程中就遭遇了2次停电，正反弹呢，突然电停了，一会儿电来了，过了一会儿电又停了，然后又来了，说明这个俄军对乌克兰的这个能源设施的轰炸造成的对吧？咱们虽然说乌军天天用无人机轰炸俄罗斯的炼油厂、电厂、变电站，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对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双方都是一样的。现在看谁能扛得住，这个有点像那个扇耳光大赛你扇我一耳光，我也扇你一耳光，看谁能扛得住看谁是贼炮冬季将至，俄乌猛攻对方能源设施。俄罗斯发动的袭击导致乌克兰很多电厂发电能力降至0，乌面临大范围停电。英国《卫报》、法新社等外媒报道，根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的说法，乌大部分地区9日将停电8至16个小时。此轮轮换停电的措施延续至10日。乌中央能源公司9日称，所有收集电厂已全部停产，发电量降至0。一些专家对乌克兰在冬季陷入供暖中断风险提出警告。卫报说最近几个月乌克兰也对俄罗斯的油库与炼油厂加强了袭击。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乌克兰这边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无论是把他的电厂炸掉，还是他的输电设施炸掉，还是他的炼油厂，人家总有人去援助对吧？欧盟通过罗马尼亚，通过斯洛伐克他们都在往乌克兰运电了，你把电线接上了，电就来了，所以它修复也很快。第二个呢，欧盟还有中亚这些国家都在给乌克兰
克兰送这个储电设施，对吧？还有发电机。这乌克兰早就开始分布式发电了，就是你把它发电厂炸掉，但是人家每个餐馆、医院、科研机构，它都有自己的发电机，你只要有能源，人家马上自己就开始发电。总之啊，就乌克兰这边办法要比困难多，因为有那么多国家支持，对吧？这个大家也要看到，虽然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很大的困扰，但是它不会断电。但反过来看，俄罗斯就不一样了啊。根据俄罗斯地方媒体报道啊，说比尔格莱德火电厂、奥利尔火电厂以及弗拉基米尔等多地变电站相继被打爆，其中乌军率先向俄罗斯边境的比尔格莱德发射密集的无人机群，当地的卢奇火力发电厂被击中，随即引发大规模火灾，周围几个车库也被点燃。奥利尔火电厂供应奥利尔州40%的电力和2/3的供暖，在乌军连续打击下，500兆伏安的供电系统目前已彻底瘫痪。这个俄罗斯这边得靠自己去修啊，但很多这个供电啊、输电设施设备还要进口啊，这都是麻烦事啊。11月10日晚，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萨克区卡列尔内的叫赫瓦尔季伊斯基油库，打击目标为该设施的核心泵站，把它的核心部件啊，就是泵站给打掉了。该组件的摧毁将导致油库全面瘫痪，就相当于心脏被打掉了，那你油进不来出不去的。俄罗斯方面说啊，乌克兰的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黑海沿岸叫图阿普谢港，这是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关键枢纽。你看看啊，乌军用自己的火烈鸟导弹，据说这个导弹比战斧啊威力还要，用这个导弹打击了图阿普谢港。乌克兰对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发动新一轮袭击。乌克兰本月第2次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河地区的一家重要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炼油厂，继续实施打击莫斯科石油加工行业的战略，以削减其能源收入。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电报频道上发表声明称，袭击发生后，萨拉托夫地区目标区域发生一系列爆炸，随后燃起大火，并补充说损失程度正在查明。萨拉托夫地区州长罗曼布萨尔金表示，位于萨拉托夫市扎沃茨科伊地区的几乎几处未居民的工业设施在夜间无人机袭击中受损，也就是俄罗斯有很多炼油厂是反复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啊，这边一炸，俄罗斯就要修，刚修好还没运转，乌克兰又来炸，又要修。距离乌克兰1400公里的奥尔斯克石油化工厂再次遭到乌军袭击，该厂此前已遭受过打击，那里已经发生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卫报这个专访中他说普京陷入了僵局，未能实现承诺的目标，被迫展示成果。但被问及普京为何此时挑衅欧洲时，泽连斯基表示普京已陷入僵局。泽连斯基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称，我认为普京在战场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陷入了僵局，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更像是死胡同。为什么？因为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但我们是在自己国家捍卫自己的利益，社会当然会捍卫，军队会捍卫，整个国家都在抵御这次攻击。而他的情况则不同，首先他通过信息宣传使本国社会对此抱有激进态度，其次他承诺了目标却未能实现，因此他需要展示某些成果。这就是咱们说的普京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这就是他为什么在波克罗夫斯克非常着急采取最后行动的原因。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泽连斯基昨天与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安娜布尔纳比奇举行会谈，对话的核心议题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泽连斯基认为这对两国而言都是战略目标，他们还讨论了政府间合作以及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泽连斯基说感谢塞尔维亚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夫人对乌克兰儿童问题的关注。什么意思就是塞尔维亚现在在这个背刺俄罗斯或者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这个道路上是越走越远，普京很难再让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回心转意了。这个德国政府打算把2020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提高到115亿欧元以上，比2025年又涨了一大截，新增款项专门用来买炮弹、无人机、装甲车，还要给乌军补齐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本周四敲定草案，程序走完后基乎明年就能拿到这笔德国的大礼包。这个德国可以说是
现在成了援助乌克兰的主力啊，当之无愧啊！而且德国现在是越来越进入状态。这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啊，他说德国联合行动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索尔夫兰克中将表示，柏林已做好与莫斯科开战的准备，并随时准备协同向俄罗斯边境部署80万北约部队。另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年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估计，俄罗斯已在乌克兰动员了60万军队。据报道，这项假想的部署是去年公开德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份长达1000页的文件规定了，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因为西方与俄罗斯对抗而被触发，柏林将如何应对。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将德国打造为一个重要的后勤枢纽，以便从北约各国向俄罗斯方向部署数十万军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必须在冲突爆发后180天内完成。尽管乌克兰战争旷日持久，但俄罗斯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潜力。这个索尔弗兰克补充说俄罗斯已经有能力对北约领土发动有限攻击。同时德国总理默尔茨和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雷乌斯都表示俄罗斯威胁着德国目前的生存。我说我们生活方式正处于危险之中，这并非危言耸听。皮斯托雷乌斯在年度会议上说道，德国人认真了把这当回事了。我记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一再说这个俄罗斯已经准备开辟第2战场，要发动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攻，大概这意思。但是俄罗斯方面声明无意攻击北约，并驳斥了德国方面的说法，称其旨在为飙升的军费开支辩护无稽之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说德国表现出明显的纳粹复兴迹象。俄罗斯人的话仅仅用来参考，就表示他们还活着，还在说话。但是他说的话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因为就在他们侵略乌克兰之前也是一再声明对吧，没有侵略乌克兰的计划。如果有侵略乌克兰的时间请告诉我。这都是俄罗斯人的那个回答他们的解释。结果呢，跟流氓没有什么好说的。强盗你跟他讲诚信有什么用呢？他们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你把他打服了就行。如果你不能把他打服，那你就投降，就这么简单。你跟流氓讲道理讲规则，那他还是流氓，能接受规则就不是流氓。所以这个波兰人可以说是深有体会波兰总理图斯克接受选举报采访时表示，普京拥有能够摧毁欧盟的工具，这种摧毁既针对作为一个组织的欧盟，也针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欧洲。这些工具就是存在于每个欧洲国家的俄罗斯第5纵队。波兰总理说道普京向西方宣战，这场战争同样在我们的社会内部进行，而且是以最明目张胆的方式展开的。普京拥有能够击碎欧盟作为一个组织，乃至欧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手段。图斯克指出他说俄罗斯如今对西方发动战争比几年前复杂得多，也更加隐蔽精细。实际上波兰总理说的这个非常客观俄罗斯不仅对欧洲发起这种文化攻击就是第5纵队他连大国也一样对吧？他不是收买了那个加州老师吗？加州老师收了今日俄罗斯送的蜂蜜，加州老师自己说的2罐蜂蜜把一个有7000万粉丝的大 V 就收买了。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他说普京不可能再维持3年。他说我们将向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冻结资产所需的资源。乌克兰目前能够自主生产1半无人机和飞弹。普京的表现令人失望，在顿巴斯地区持续作战10年之久，根本不算胜利。谢尔科斯基说如果普京征服乌克兰，下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波兰了。所以说波兰人头脑很清醒。过去20年我们的国防开支一直占 GDP 的 2%， 但现在却到了 4.7%， 光自己到 4.7% 没有用对吧？这个时候应该无偿尽可能的援助乌克兰，让俄罗斯的铁蹄停止在乌克兰。一旦乌克兰失败，你国防开支就是达到 GDP 的 10%， 你也抵挡不了。所以波兰人不能开玩笑波兰现在换了个新总统，这个总统好像有点这个是相当于波兰的特朗普，也是两边摇摆两边摇晃。如果波兰要两边摇晃的话，那波兰人最好提前准备学俄语吧。波兰准备第4次被肢解，但他已经被俄罗斯肢解3次了。希克尔斯基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11年，那一年普京看到了
卡扎菲从下水道爬出来，穆巴拉克被关在笼子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他觉得自己就像穆巴拉克和卡扎菲一样。当然了，有这个担心的远不止普京一个人，对吧？还有某些国家领导人感同身受啊，一样的有这样的担心啊，担心自己哪一天从下水道爬出来，夜不能寐啊。我们再看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特朗普现在好像又犯病了。美国媒体报道啊，说特朗普总统表示啊，他切断乌军援助，阻止了第3次世界大战。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我们花了3500亿美元，我们不会再花更多钱了。现在他们通过北约支付我们的费用。如果我不是总统，这场战争可能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现在他不会再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特朗普这个说法啊，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啊，不过是老调重弹，这是特朗普一贯的贯口啊。北约秘书长吕特他最近啊，好像也是配合特朗普啊，说北约不会转入俄乌冲突，也就是说北约不会派兵，不会下场。这个吕特和特朗普两人一唱一和，他们主观动机咱们不知道，也不要阴谋论，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但是客观上确实是在忽悠普京加仓啊。一个说北约不会下场，一个特朗普说哎我们不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就是美国不下场，然后也不会给乌克兰什么战斧啊，就是过分的先进的，就这意思啊。那普京一听，那不就好比那胡适的小伞又听到利好消息了，赶紧七大姑八大一借钱呢上啊，要解套啊，不就这意思对吧？一个说北约秘书长说北约不下场啊，你俄罗斯你放心打；一个说美国不下场，哎不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对吧？你说不让给什么战斧导弹，我就不给，哎，避免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呢，避免这个战争升级啊。那你说普京一听他不加仓吗？咬咬牙对吧？再坚持乌克兰就败了。所以就是客观上啊，都是只忽悠了这个普京加仓，主观上到底什么咱不知道。11月11号，据《军事观察》杂志报道说，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正在军事演习，该演习准备对俄罗斯海岸进行海岸突袭，并夺取附近的石油钻井平台。报告指出啊，这些军事演习是在俄罗斯与西方集团之间紧张局势加剧期间进行的。如果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预计俄罗斯航运和石油基础设施将遭到英国军队的袭击，也就是先比划啊。美国敦促北约盟国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以帮助结束俄乌冲突，这给土耳其等成员国施加了压力。尽管这些国家已减少了购买量，美国国务院周一在声明中表示，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罗比奥在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的会晤中传达了这一信息。不管怎么说啊，勒在普京脖子上的绳子肯定是越勒越紧，对吧？这个跑去又忽悠这个土耳其去了，土耳其已经减少了购买量了，但不行，这还要断掉。欧盟对吧？北约这个国家赶紧啊，对吧？中断跟俄罗斯的这些石油贸易，就这些国家你都不中断，你怎么好意思要印度对吧？还有一个大国中断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匈牙利对吧？得到了1年的豁免，这个都说不过去对吧？你匈牙利有特殊情况，那别的国家没有特殊情况，所以这个也凸显啊国际政治中间这个复杂的地方，没办法一刀切啊。但是啊，印度啊确实在减少俄罗斯石油的这个购买。特朗普表示啊，在印度大幅削减从俄罗斯石油进口后，美国将降低对印关税。他明确将贸易优惠与削减克里姆林宫收入挂钩。此前因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维持高关税，现在他们已大幅削减进口，我们将降低关税啊，而且说了啊，降低50%啊。这个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两家印度炼油厂通过招标现货市场购买了500万桶原油，以寻求俄罗斯原油供应的替代品。事实证明，印度斯坦石油公司从阿布扎比购买了200万桶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和200万桶墨尔班原油，而芒格洛尔炼油和石化公司则购买了100万桶巴士拉中质原油。这个就像俄罗斯派这个总理啊到大国访问，立马来稳住大客户啊一样，这个俄罗斯也要稳住印度这个大客户。所以说啊，这个普京要亲自出马。根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2月访问印度，这是时隔4年啊再次访问印度。什么意思啊？要稳住这个大客户啊，多少也从俄罗斯买点油吧。哎，给什么好处呢？
俄方宣布准备向印度转让核技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11月10日报道，俄罗斯国家核巨头俄罗斯国家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利哈乔夫说俄罗斯和印度在核能领域合作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这可能涉及更高水平的本地化和技术转让。就是说，黄俄为什么就不动动脑子？我们亲爱的俄爹又是在朝鲜，又是在印度，又是在越南，积极的转让这些核技术。为什么这个俄爹就这么喜欢围绕这一国家四周，对吧？东南西北转让核技术？这个不知道黄俄怎么解释这个久未露面的拉夫罗夫写完检查之后戴罪立功来了这个拉夫罗夫说金融时报关于普京与特朗普峰会取消原因的报道存在大量不实内容。拉夫罗夫在媒体采访中声明说，特朗普关于俄罗斯所谓恢复核试验的说法不实，莫斯科愿就美方提出的疑虑进行讨论。普京与特朗普在安克雷奇虽未达成字字句句的完全共识，但已建立基本谅解。与卢比奥会谈后，下一步原计划是俄美两国外交部、军方和情报机构代表举行会晤，不应将布达佩斯俄美峰会议题与刚启动的核试验讨论相互挂钩。欧洲在试图说服美国接受其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方面并非毫无成效。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普京责成拉夫罗夫出来自己拉着屎自己吃下去，擦屁股普京拉着屎他也顺便吃下去，就这么简单，对吧？他跟这个卢比奥恨，对吧？现在回头跟卢比奥说我们是谈完之后后面是外交部、军方、情报机构接着谈的，结果你误解了哥们儿说话有点冲，多多包涵，不这个意思吗？我们后面还要谈，对吧？然后又说普京拉着屎是什么呢？说这个普京不是在这盘核按钮吗？又是波塞冬，又是什么核动力这个巡航导弹一大堆的。然后这个拉夫罗夫说那不是核试验，如果美国不理解，我可以给你们解释解释。总之这个拉夫罗夫也不容易写完检查之后，普京让他自己，对吧？自己拉着自己吃，普京拉着他也吃，没办法，在俄罗斯拉夫罗夫他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他想辞职要辞职的话，那些先中毒，悲惨的命运早已注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